你好，我係羽毛，係一位能量療愈師，亦都係光頻能量吊墜嘅創辦人。我哋呢個光頻能量吊墜咧嘅原理係嚟自於7個脈輪唔同嘅音樂嘅頻譜咧，去將佢轉換成為光嘅頻譜。而我有呢一個諗法咧，係嚟自於我嘅學生，佢喺情緒上有一個困擾啦，好多時候佢都要聽住一啲舒緩壓力嘅音樂咧，去舒緩佢自己嘅。但係咧喺工作上或者喺生活上咧，有時候唔能夠好方便咁樣去聽音樂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做咗呢一個光頻能量吊墜，去讓佢咧喺日常生活裏邊咧，只需要佩戴我哋呢個吊墜就可以有一個舒緩情緒嘅一個功效。除咗可以舒緩情緒之外咧，我哋呢個吊墜咧，亦都可以喺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咧，可以去舒緩嘅。舉例下，例如女性嘅生理期嚟嘅時候咧，佢會有一個不適，你只需要佩戴我哋呢個吊墜咧，可以舒緩佢生理期嘅不適。亦都可以咧佩戴我哋呢個吊墜啦，可以平衡我哋嘅能量場。亦都可以佩戴吊墜嘅冥想嘅時候咧，對應翻7個脈輪嘅吊墜啦，可以去平衡翻我哋7個脈輪。而我哋呢個吊墜咧喺外觀上咧，亦都攞咗一個外觀嘅設計嘅專利啦。而呢個外觀咧就係一邊咧係生命之花，另外一邊咧係梅爾卡巴。而呢兩個圖案咧都有佢特定嘅能量喺裏邊嘅。我哋亦都攞咗呢個發明專利嘅合格審查啦。咁所以咧我哋呢個吊墜咧係有一定嘅效果可以協助到你，期望你會喜歡我哋呢個吊墜，感謝。